来关心杭州亚运已经煞过，这一届咱台湾选手成绩真好，计共摕到19块金牌，若总奖牌数嘛有67块。也毋过这19个金牌内底，奥运比赛的项目只有9项，芭蕾奥运剩无一年就要比赛啊。体育署是表示，咱已经有做好对策，选手的黄金计划嘛会升级。总统蔡英文伫总统府接见杭州亚运代表团，不止伊一点上，佮俄罗选手的努力点到家己，鼓励个人，佮是规个台湾社会珍贵的资产。只要坚持，就会看到希望，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韧性。那就如同拳击赖祖文选手所说的，做自己的太阳，成为别人的光，别人又可以当下一个人的太阳。第4摆参加亚运，杨卓涵伫轻艇急流标杆逆转摕金牌，因为轻艇是奥运项目，为协助伊出国摕到奥运资格，黄金计划2.0版会为第5级提升到第2级。使用的经费其实还蛮大的，因为像我们国内其实没有场地，那一定都要去国外人工场地，然后做移训的话，那花费其实也很大。变成第2级的话，我相信会有更多资源花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成绩会更好。亚运表现真赞，黄金计划马上升级，女子破庆股57公斤级金牌林玉婷，为毋是黄金计划少年选手请兵演出国争资格。应该多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，然后参与一些这种大赛的赛事，累积一点经验。那这次没有拿到资格没有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就是才有办法拿到嘛。体育署解说，黄金计划锁定参加奥运选手，其他选手是专案合作。不过未来会建立推荐制度，将更加侪优秀选手达到第5级，针对职业选手也提出另外一个版本的黄金计划。潘正崇高尔夫3次铜牌，他也表明了他希望再战一次巴黎奥运。那虽然是职业选手，我这边也希望国训中心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职业版的黄金计划。体育署强调，巴黎奥运无甲一年支持后勤的策略，国训中心甲运科中心的合作，爱赶紧来应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